各位爷爷奶奶好，我们是那个民众党新竹服务处。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跟各位的爷爷奶奶那个提前欢度中秋节。那我们这是慧琪老师，他今天演奏几首好听的那个小提琴给爷爷奶奶听，谢谢。
各位爷爷奶奶，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的新竹服务处。那因为中秋佳节呢，我们想说我们要做一些巡回的活动。我们今天第一站来到了竹北安养中心，来给各位爷爷奶奶我们准备了一些表演的活动跟节目，还准备了一些柚子跟月饼，希望说各位爷爷奶奶在这个中秋佳节能够佳节愉快，然后借由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带给大家一点娱乐啊！今天帮我们表演小提琴的是我们的陈慧琪老师，他是我们在地的竹北人，他也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老师。我今天也是很难得的商请到他的时间来到这里来表演给各位爷爷奶奶看。希望各位爷爷奶奶你们会喜欢，或者是有什么指教，或者是需要什么协助的，都可以来找我们。然后谢谢大家，谢谢。